我们每天都在跟好多人打交道，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静下来想过，你真的看懂了多少人呢？在现在这个社会，好像每个人都戴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面具，真的好难看清楚真相哦。那如果有一套方法是从一位长辈一辈子的经验里提炼出来的，能帮我们一眼看穿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套超厉害的识人术——识人三看。这套智慧的源头啊，是一位叫做詹庆福的老先生。你看，他用一句话就点破了核心：做事简单，做人难。看错一个人，后半辈子都辛苦。哇，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重？但你仔细想想，真的说得非常实在。因为啊，看错人，我们赌上的可能不只是一笔生意或一段感情，而是我们很长一段的人生。所以你说，学会看人这件事重不重要？这真的完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痛点，对不对？你滑开手机看看，每个人都光鲜亮丽，说的话都完美的像公关稿一样。我们每天都在猜，这个精心打造的人设背后到底藏着什么？谁是真心的朋友？谁又只是在跟你逢场作戏？这种不确定性真的会让人很焦虑。所以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答案其实就藏在这位70多岁的客家长辈詹庆福先生用他一生经验淬炼出来的识人三看里头。你记得哦，这不是什么很难的心理学理论，它就是来自生活，我们可以直接上手的实用洞察。不过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呢，有一个观念，我觉得我们得先搞清楚。学这套方法，不是要我们变成那种愤世嫉俗、看谁都不顺眼的怀疑论者哦，不是哦。恰恰相反，它是帮助我们清醒地保护自己的一个工具，就像一副滤镜，能帮我们过滤掉现代生活中的杂讯，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更真实。好了，那观念我们建立好了，就直接来看第一招，叫做寻其痕迹。这一看的精髓啊，就是透过一个人的现在去考古他的过去。我觉得詹先生用了一个词，哇，真的太精准了，叫做行为考古学。这个词用得超好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过去读过的书，他克服过的挑战，甚至是内心的状态，都会像树的年轮一样，很忠实地刻印在他现在的气质、谈吐，还有日常习惯上。这些东西是根本藏不住的。这就让我想起一句客家谚语，他说捉猫子爱看猫妈，这句话就巧妙地解释了这个道理。意思就是说，你想要了解小猫的习性，最好先去观察母猫。这就提醒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他当下那种完美的演出，更要去探究他背后的成长背景，还有长期养成的惯性，这些痕迹才是最可靠的线索。好，当我们看懂了过去留下的痕迹之后，接着就要更进一步啦，进入更核心的第二看，捏起根本。这一招呢，就是要来测试这个人言行举止的含金量到底高不高。你听听看，捏根本这个词是不是超生动的？那个捏字就好像我们亲手去感受一个东西一样，看看它到底是扎实的，还是说它只是个空壳子。所以这步的重点就是要去验证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到底是有稳固的基础在支撑，还是说都只是些动听的空话。你看哦，这张图就很有意思了，它直接给了我们一个超实用的对话工具。我们平常是不是很习惯问别人你愿不愿意？可是这套智慧告诉我们，更有利的问题其实是你平时是怎么做的。你看，一个问的是未来的意愿，另一个问的是过去的惯性。意愿嘛，随时都可能会变，但一个人的习惯才是他最真实的反应模式。所以啊，你看，关键就在这里，我们要学会从一个人的过去完成式去推断他的未来进行式。当我们不再被那些画大饼的承诺给迷惑，而是开始去检视对方那些扎扎实实的行为记录时，我们才能真正筛选出值得信赖的伙伴。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到最后，也是我觉得最厉害、最能揭示真相的一看，验其本性。这一看，专门就是在观察一个人在没有人监督、没有利益可图的时候，他最真实的品格是什么。所谓的本性到底是什么？你想想看哦，就是在聚光灯之外，在没有任何好处可以拿，没人看见，甚至可能要牺牲一点点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一个人依然会选择去做的事。
这时候显现出来的才是真正刻在他骨子里的核心价值。哇，这个超市测试的例子哦，就把这个概念讲得太清楚了。有一位企业家就是用这个方法来面试新人，在超市排队的时候，他会不会主动让手上只拿1、2样东西的人先走？你想想，这个微不足道的善意，正因为它完全不会带来任何回报，反而最能够照见一个人最真实的内心。所以说啊，关键点就是要去留意那些最不经意的小地方。比方说，他怎么对待餐厅的服务生，他对一个小小的约定是不是能够准时，还有他怎么对待那些对他的事业或生活好像没有任何帮助的人，这些细节才是一个人最诚实也最无法伪造的履历。好，我们把这4人3看都走过一遍了。这趟旅程走完，我想总结一下，这套智慧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我们去算计别人，而是要我们学会怎么样清醒地保护自己，在这个复杂的人际网络里面，为自己建立一个更稳固、更安全的核心。就像詹先生说的，有一个比喻，我觉得超贴切。他说，与其期待别人为你改变，那简直就像牵牛上树一样，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嘛。与其把希望寄托在改变对方，不如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培养出一双能看透本质的慧眼。那么学会了这套方法之后，我们等于是为自己打造了3样法宝。第一样是让我们的眼如镜，就像一面干干净净的镜子，不带偏见地去照见表象之下的真实样貌。好，那第2样法宝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如秤，在心里放一把很精准的秤，用来衡量一个人的品格，到底是虚是实，是轻是重，这样我们就不会轻易被那些花言巧语或是外在的头衔给迷惑了。再来，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样，是让我们的手如筛，就像一个筛子一样，勇敢的在人际关系中去过滤，把那些虚浮的会消耗你的关系都筛掉，只留下那些真正纯粹笃实的缘分。那么讲到这里，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或者说这是一个邀请，你准备好运用这份智慧，开始为自己筛选出生命中那些真正值得让你变得更好的连接了吗？